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即马市面上也无啥看会到山野，毋过新闻讲成功大学已经办过山野节，300多人做伙甲学校内底种的山野挽落来生，可见台南和大学内底拢种足侪山野树。台湾的山野真出名，甚至有袂少所在是用山野来号名。毋过包括咱讲的土山野，拢是我来种。台湾的山野安怎来的？挽落来了安怎处理？我今日来讲台湾的山野。台湾日常这本电子册内容已经全部录音录好啊。规本册会使伫 Podcast 台湾日常听到，对生活习惯的变化、车路的历史、家庭电器用品的发展，甲台湾100年来生活的变化，有兴趣的人拢欢迎去听看卖的。若也未买册的人，嘛会使去线顶的册店试看、交关。然后台湾人经台湾上出名的果子，山野应该是排伫足头前的。毋过山野是为倒位来的果子？伊虽本有足侪品种，学者公认这是印度原生的果子。印度人嘛甲山野当作是代表因国家的果子，事实上嘛安尼。像伫全世界有4成的山野，拢是伫印度出产的。所以山野是为印度才个传去世界无同的所在。只不过山野是一项热带的果子，伫较寒的地区是种袂起来，所以伫一寡国家真罕得看到。一般若讲到山野，除了东南亚的国家，嘛会想到中南美洲这个较热的所在的果子。山野是安怎为印度才传去别个所在的？佮安怎来到台湾呢？伫真早以前，印度的山野都有种伫中东波斯迄个所在，伊是有经过马来西亚、印尼，也甚至传去到非洲的东边，一直等到16、17世纪的时阵，葡萄牙人甲印度的山野佮早去到非洲的西边，为遐才佮传去到南美洲的巴西。伫中美洲卡里比遐的山野，有人讲是为巴西才去到中美洲，嘛有人讲是佮等100年后，英国人才为印度甲山野佮早去到因伫中美洲的殖民地jamaica遐。菲律宾甲墨西哥的山野是西班牙人因殖民的时阵引进的，后来伫19世纪的时阵，这山野才佮为墨西哥传去到美国的夏威夷甲佛罗里达。山野当时来到台湾，嘛是相共伫16世纪的时阵，是荷兰人为印尼引入来种的。上早种的所在，就是伫台南的六甲。为迄个时阵开始，台湾有山野，山野伫台湾的南部嘛生了真好。所以咱即马讲的土山野是荷兰人迄当阵早来的果子。到日本时代，1916年，日本的农业专家佮引进新的品种来种，因总共种33种为印度佮南洋来的山野种。毋过大部分拢无法度适应台湾的天气，因为遮的寒人真冷。所以迄时真正有留落来，敢若怀特 white， 就是咱即马讲的金蕉山，甲另外一款或者乌芳，会叫做乌芳，是因为伊的皮袂变黄，一直拢是青色的。若要知影敢色啊，是用片的，因为色的时阵，山野的芳味就会走出来啊，所以或者乌芳。战争以后，因为有美国的援助，伫1954年嘛开始为美国引进爱文甲别款4个品种，
迄当阵退回来时阵是分去台湾南部足侪所在种，毋过遮个美国种嘛拢无法度适应台湾的天气，干那爱文伫台南玉井遐有种出来。伫玉井的地线线，伊嘛种真侪冬。后来有想着讲，着爱用一个袋仔甲酸仔套起来，才袂着病，也是生虫。伫4冬后，伊的爱文真正有结果子。爱文甲过去的酸仔真无共款，伊无丝，佮加真甜。主要伊的皮是红色的，加真水。迄当阵拄好出来时，爱文卖甲足贵的。后来伫玉井甲别个所在种爱文的人就愈来愈侪，政府佮甲玉井规划做专门种酸仔的所在。毋过伫遮为1975年开始，当地农民就发现讲，有的酸仔树一直开花，只是拢袂结籽，而且即个现象是愈来愈严重。大家拢想无是安怎会安尼？后来一寡专家去研究，才发现讲，酸仔甲别种果子无相共，一般是拢蜂啊、蜜蜂去团遮的花粉。酸仔花是爱虎神，特别是大头金神。为着要互遮的虎神会来，农民也搁伫树仔骹放一寡草的鱼仔。听候到1990年代的时阵，才开发出会当用来声虎神的饲料。台湾的农业技术咧发展，所以爱文种成功了，台湾家己开发出来的品种就愈来愈侪啊。1970年代就出金红1号，这是高雄黄金红先生伊开发出来的。因为伫咧种爱文的时阵，拢会拄着有污点的问题，伊就用怀特、南凯特种出新的品种，果子较大粒，也嘛较高生，而且佫较甜。金红1号是台湾第一粒家己培养出来的酸仔品种。后来开发的酸仔就加足侪款啊，有一款叫做夏色，是伫屏东培养出来的，食起来像爱文，毋过皮是青色的。有一款酸仔，我感觉真趣味，因为号做农民党，这是伫嘉义一个种果子的农民张明显培养出来的。这种酸仔较细粒，因为较细粒，嘛有人甲叫做鸡卵酸仔，伊真甜。会号做农民党，是因为这个姓张的农民，伊捌做过农民党的主席，佮选过国台。这款酸仔是规年通天拢会结籽，所以嘛号做四季酸。台湾酸仔的产量袂少，尤其是爱文的外销量，敢若输往来尔。一冬内底上早出来的是土酸仔，热天6月到8月是拢爱文甲金红上济，刷落来尾啊，阁有9月酸。台湾差不多是16000公顷的地拢咧种酸仔，这个地拢伫啥物所在？上重要的产地是台南甲屏东，所以咱嘛会当看到袂少所在的地名拢甲酸仔有关系。伫斗六就有酸仔坑山，台南的西港有酸仔林，北河有酸仔坑，伫高雄嘛有酸仔腳。伫南部会当看到袂少100年以上的酸仔樹。伫台湾像讲元成樹加冬有人咧拜，酸仔樹嘛有人拜。伫嘉義民雄青埔國小的後面，就有一間咧拜酸仔樹的廟，號做西安府酸仔王公廟。聽講伫200多年前，莊內有一個囡仔過身。伊的老爸愛囡仔要去到較郊外的所在，甲抬起來的時陣，行啊行，才發現家己袂記咧紮豬頭，通去烏空。伊想要轉去摕豬頭，佮驚講若甲囡仔等淡塗骹，野狗會活來。所以伊看到邊仔一丛酸仔樹，轉踏伊的囡仔囥佇樹仔頂，聽候到伊佮活轉來的時陣，這個囡仔煞佮活起來啊！因老爸迄暗眠夢，才知影講，就是即丛酸仔樹，甲伊的囡仔救轉來。
为着要感谢这丛树仔，所以伊就伫树仔骹拜这个树神。别人看到伊咧拜，嘛对咧拜。只是有一摆风台来的时，这丛树仔就互风吹倒啊。庄内原本咧拜这丛树仔的人，就甲树箍摕来刻3仙佛啊，佮起一间庙甲因拜。尾啊，伫边仔种真侪山野树，因为这个山野树的树皮落去兄弟煮汤，佮会治病，所以这间庙的香火就愈来愈旺。庙内底这3尊佛仔嘛会互请去外地。即马熟的会当食的山野有2款，栽赃黄的甲稳的。伫树仔顶挺好到黄，才挽落来，就是栽赃黄的。毋过若挺好到熟，挽落来时，伊的蒂头拢会流接，会流到规个山野真歹看，而且已经黄啊，要运送嘛较会靠歹去，佮袂当囥，真紧就会害。所以一般若要送去较远的市仔卖，就爱先甲挽落来，也袂黄的时阵，佮用电土落去运。我捌看过报道讲，有个国家伊惊这个山野本来有病，所以若要去烧遐个国家的时阵，爱先吹过，像美国、智利、日本甲韩国这4个国家，因就会要求爱先用46度落去吹。因为有一种龟神，或者东方果子神，台湾是伊感染的区域，所以这个吹的过程，毋是甲山野吹甲熟，是要甲遮的虫甲卵拢杀死。吹过的山野其实会较软，甲咱咧食的无啥共款。山野着安怎拣？一般是教人讲，着爱用片的，因为愈熟的山野会愈芳。而且山野的形上好像一粒鸡卵安尼，头甲尾拢有肉，毋通迄种尾尖尖的较好。抑佫有也袂熟的山野，先莫冰起来，啊无就袂黄啊。也若已经熟的，也是着要熟的山野，用报纸包起来，才放入去冰箱，水分才袂无去，嘛较会藏实。山野除了生食，嘛会当加工，就会当藏较久。过去的人有一款蓬莱酱，就是山野大出的时阵，下盐落去生做咸的，会当配饭，嘛会当淋咧煮菜。即摆还佫买会着，只是足罕得看呀。大家上接食着的，应该是山野青，就是先用盐生过，袂熟才佫淋糖，有的佫会淋麻仔粉落去生，食起来是酸酸甜甜。即马伫市内拍落来的山野较少看的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青的山野真侪，用盐生过了，淋蒜头豆油嘛真好食。即款食法甲东南亚的山野青运虾仔鸡的意思差不多。上尾我有一个一直找无答案的问题，就是山野这个台语名是安怎来的？其实有足侪人讨论过，只是拢无答案。伫英语甲西班牙语拢讲 mango， 这个词是葡萄牙人因去到马来西亚的时阵，当地的人叫山野叫 mana， 葡萄牙人是讲 manga， 传去到别个欧洲国家变做 mango， 这是较普遍伫真侪语言拢相共的讲法。无论安怎，山野甲 mango 差足侪。赵明忠先生讲，山野甲越南的话甲柬埔寨的话较像，因的讲法甲山野较相共，毋过到底是为地传去到地嘛无清楚。也佫有人讲山野是平埔族语，只是平埔族是安怎讲山野，这嘛无清楚，因为荷兰人的讲法嘛毋是安尼。所以若有人知影山野是安怎叫做山野，赶紧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顶礼拜讲日本新社的时，讲到台湾甲日本断交，有听友提醒我讲，日本毋是甲台湾断交，日本是为本来承认流亡来到台北的中华民国政权代表中国，变做去承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中国政府。因为最近外交的新闻真侪，
确实中华民国甲台湾就要分得清楚，才袂变做是建立外交关系拢是中华民国，断交的煞拢是台湾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